有一三人从小移民到巴拉圭，亲爱唱歌的，是当时巴拉圭歌坛的新秀。20几岁，因为爱情转来台湾，要继续表演其亲爱的音乐，在台湾唱拉丁，当受欢迎。有个身为一个客家子弟，从来冇唔记得你按客家音乐轻一分力，就因为爱鸟，俺也想要去拜访佢，了解佢嘅想法。一个客家人8岁离开故乡苗栗，参加搬到遥远的南美洲巴拉圭。20岁呢，又遇到14岁妹搬转来台湾，热爱音乐，尤其呢希望老乡的拉丁热情到闹热的气氛，搞到按客家音乐当中。啊，今比老太太介绍了位痴心的荧光人，阿汤哥，台湾的拉丁歌王，地道。因为提到讲，当久无转到我看看啊，俺也想要了解其成长的地方，还有故乡对其有乜嘅影响。故所，俺就建议我就转苗栗来看看啊。也是苗栗玉成宫后背嘅巷嘅，也是知道细人时为来搞了嘅地方。3、4年前做安尼干嘅，做安尼干嘅，像亚巴安尼东西啊，要做建工国小后背。以前哈，时常我攀墙，我攀墙，爬围墙，爬围墙，建议讲起来，实在是很神奇嘅东西。就算过咗30几年漫长嘅日咧，佢还是做得一滴一滴的，到你嘅态度走出来。我想知道啲下嘅情感度，一天當歡喜，又唔係按樣版型講。也是 Q A 啦，也是 Q A。Q A 哦。啊，我曾經哦，按攀過去呢。按過呢？有呢。因为那时候攀过去，哎，没，他也听听就爬过去。太安尼啊，6、3转的那上去的，过日本的一条路嘛，也做田，本来做田。以前阿公黑的做黑的呀的，也不会啊。阿公黑的。阿公做黑的也不会呢，也稀有的呀。哦。就这样干了。这样干。爱博这样子，爱博做一流的爱博，一流爱博，全部也做田啊。我听见知道见讲佢世事嘅事情，同时我也感觉到13人係講離開故鄉，當久，又將轉來。佢內心嘅想法，唔係為來嘅才表現出來麼？我呢陣，排勢，我哎呀。
那像模拟下啦，像模拟下啦哈。30年前啦哈事情，就也一只节目啦。我想了解以前30年前有一只相同的，还记得吗？哦，有，都巴拉圭嘞，巴拉圭嘞。都巴拉圭啊。我还食笋的。食笋的。也我妈妈，也我妈妈。哦，哎呀，这同的相同欣赏那个新球。新球啦。同啦，同是讲同唱。我爹同我爹啊，走走的。家个望记得嗰啲佢玩意啲啊嘛。这边没有一个。系啊，这个。年木嘅隔壁啊。系啦，有入翻我啦嘛，杨先生。同唱先。哦，阿必雄阿必雄，係。啊，叫我看到。你想撞咗嚟，撞眼嚟。撞眼來老先生，佢老人講頭擺嘅事，兩擺轉苗栗，還做得拄到過去嘅連沙。我想，唔管對地道也好，對撞老先生來講，這是大家一聽就真歡喜啊！呢度創國嘅人哈，時常會提起安尼哈，思故鄉啊，有個模樣的。可是有時候因為我故鄉講到故鄉呢，唔知喺巴拉圭還沒有的，有時候。全部做黑啦，全部做黑啦，黑啦。我家係文具店，來到去我12年就會出來開店。我一天貨我就要全部嘅。哦，我之前就兩個家就專門做運用嘅，做嗰個國文行嘅，人都唔知事。國文堂哦，家下都嗌就係國文行，阿媽結婚家嗌就係國文行開嘅。哦。當我結婚去就我就出來自家開，就我老太太什麼都繼續開啊。繼續做，係你講喺變苗啊？伊喺南苗，我喺北苗。哦，唔會競爭咯。唔好，安逸嘅。我就家下學咩？國文行，我嘅用到廣新文具行，就安尼做我結婚後做10年、19年、10年邊嘅樣，就出過嚟。哦。家下主要就係差唔多哦，家下我繼續做落去嗬，冇做落去哦，我未賺錢，真認講。乜個原因就一聽到板水音了？怕共產黨打過來。剛好中美斷交的時候啊，荒謬嘅年代啦，我一動都已愛養啊，剛好中美斷交哦，太港人就講講有位講的是啊，一個晚上哦，台幣都沒有，冇用啊。中美斷交嘅混亂嘅年代。台灣正經當多人移民出去，但也怪唔得任何人，也唔係萬人唔錯。這時台灣境嘅氣氛就安樣啊！到嘅我都拜嘅咩？我有啲咩啊？差不多都要到。係點咩呢？那有剩飯呢？剩茶聽聽。剩茶。剩公茶。台茶，台茶，台灣茶，台灣茶啦，台茶啦。哦，sản xuất公文啊，其實。對啊，所以呀，不過全部都變態的，冇根本看唔到以前的都不會。佢哦，有想下我講啊，媽媽，當初那個房子不要賣，我回來就有住了，就是我安尼講啊，但是。你冇買隻眼冇啊！你金錢都隨意啊！你想係嘛？佢隨意要金錢，要地皮票，要給你要創業。那該做收費啊！佢講也佢賺，去巴拉圭啊！佢也佢冇嘅就唔買啊！有留本，佢100加4年啊！啊，佢個有想賺來的張有，張有冇嘅。田定地道轉苗栗，行定西式韓國嘅巷嘅，嘅老屋、老連沙，就是建議漸漸嘅出現。
在故乡小学3、4年嘅學校生活，有乜嘅嘅思念啲嘅咧？以前啊，小的时候哦，5步，1、2、3、4、5，这样都要的。有啊，無聊啊。以前我上課，没有上课啊，唔上課，硬經過啊，硬經過，我硬酸啊，我硬酸啊。啊，你上課攞乜人叫我上哦？做攞乜人叫我上？做鄰居啊，阿爸阿哥哥啊。阿哥哥叫我來。嗯，小時候嗰時候搞躲避球啦，哈。哦，打球嘅。搞毽子，嗰時候又要搞毽子，避水毽子，嗰時候還等他們50下。哦呀。嗯，我以前有隻同學姓郭，郭豐玉，叫做郭豐玉，其實這等200下。哎呦，很厲害啊！其實轉了一道誒，就有種感覺，就講我的回憶就停頓在那邊，其他新的東西我看到嘅我未知，可是我來到一道去，就感覺到像一道燈嚟做嘅，啊，像你呢，你看像呢凹凸不平那些，所以以前呢做嘅缺點，但是這個也是以前的可貴的地方，這樣的，利用上一朝天強下。呢度滔滔不絕講定世事嘅事情，我哋佢也已經漸漸嘅面到過去嘅日子。做一些筆記，有時候看作弊啊，我都看。看定佢行定世事嘅學校，佢啲嘅項目嘅，應該就佢掌握啲啊。相隔同按舊嘅長嘅時間30年，冇多種嚟看。冇機會去看以前的，就會感覺到，也看一下，就感覺到有以前就安尼，就感覺到自家也變到4年的時候，時間過得當夾，過，因為會走到哪邊做呢？因為安尼離開一個地方，所以呢，唔係講好，唔係好壞，唔係也唔係安尼問題，就講像安尼地方，以前去過的地方，就講。因為想為讓那東西不要輕易的忘掉。你希望我保存它了，保存在你的腦海裡面。對。呢度係一個上班嘅客家人，地上嘅大兵，而不是用這個熱情帶俾觀眾快樂。呢是工作一檔盡心盡力嘅表現。呢度咧係喺貿易公司上班，主要負責中南民族嘅業務。我哋想，唔知呢度在巴拉圭嘅成長過程係樣辦？真人很辛苦哦。哦。叫爸爸吼，哈。會打嗎？會打哦。啊！你講用韓文，我會彈啊！我打，我講，我罵。一家啦，一家就是上嘅，裡面哦，我看有請老師啊。啊，估計有去學校吼，同事啊，就安尼兩方面就當夾。就是一家就會講，一家就會認識嘅的，阿伯寫嘅的。以前寫時嘅好事就講，喜歡唱歌誒。哦，佢嗰陣時有一部片誒，那長白山上哈，伊三世家就三世家頭創到名。哦。佢爸爸就想，我再來一場。對歌嘅一項有興趣啊！嗰開始就培養佢去學外語。19歲嘅時候，11歲、12歲去農場學嘅時候，
没事情啊。自从一个都圈的表音乐，因为礼拜六多诶，音乐啊，音乐啊，哈，表音乐开始跳舞啊，7点、6点、7点都开始表。到嘅巴拉圭嗰邊啊，其實表動態上，每一個區都彈得多啲。哦，就是開始就按部頭，就7點就有人走去嗰度跳舞啊。現在表嘅歌係就表嗰首挺有名嘅 B G S 嘅歌。哦。嗰首 disco 嘅年代，76年。嗰首就開始喜歡唱嘅東西。嗰首啊，因為唔曉得英文，就自己去寫去買隻唱片，開始就彩譜啊，就彩譜嘅方式，用仿造的方式啊，唱隻歌。嗰時候啊，開始對唱歌有較有興趣，學教啦，就開始唱歌，又學玩吉他，就開始就參加有個無愛的比賽。一下 Andrew 來先欣賞一下呢度唱嘅拉丁歌曲。Bésame, pero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pero bésame mucho. Perderte después. Bésame y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Pero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después。有去彈過佢唱冇？去夾嘅表演嘅地方有彈過？有在嘅連麥嘅巡堂唱過啊，細件也睇就我過去彈嘅唱過啊。哦，樣嚟。以後啊，有在音樂嘅間呢，舞台音樂台。唔講起，就嘅黑太嘅傳統有黑細人一般。伊個傳統像單身外國人士。哦，可能迄個三世人，你講伊表演家就三世人嚟，嚇。伊個彈鋼琴，彈盤薩克斯風啊。彈嘅家嫂，唔知5沙6沙。哦，一太極咪嘅。係啊，係啊。唱嘅係有人會跳舞係樣，係嘛？走，唱一方面唱一個人會跳舞啊咧，有人攀生日啦，一度啦，加一種人去跳，一種人去食東西去跳舞啊，很有趣，一般啊去假擺。一票人入來，神秘兮兮嘅，帶點像人家帶幕，可是用較大的，講嘢認識嘅，結果就發現到佢填得來就講姐妹嘅，因為應該都是原住民的血統的哈，因為佢哋我哋就唱拉丁歌曲嘅時候，就看到面上就應該搖，聽人就冇得搖，就看到佢哋得搖，我發現到有人同我講阿妹是聽嘅，我都放洋機，就發現到就講。冇見冇上嚟唱，其實反正就同大家打造。可是嗰時候就發現到講，拉丁音樂那東西，它不僅對我是一種安慰，對我來講係重要。佢慢慢的、漸漸的，就對台灣的後生人咪變重要一種。因為像有啲後生人根本唔好安尼 disco 嘅裏頭，因為彈到就搖頭那種感覺。
所以佢希望彈一些跟國標舞有關係，或者跟交際舞有關係，或者佢本身佢有接觸的有關係，尤其跟拉丁民族的人，拉丁民族的人，喺台灣講實一言冇啦，冇地方好，冇地方可以聊啊，佢都嚟到做台灣的個米頭，台灣的個感覺，米國的米頭啊，冇做米國的米頭，做冇其他的米頭，所以其他的會請啊那些地方，所以呢是自從有了可是創始給的做。別人都給他係給到一種避難所那種感覺。一間船塘咧係啲度平常唱歌嘅地方，也唔過近邊，你唔係通去唱歌嘅，因為啲度講佢約一陣外國朋友，我來咧談生意，我唔知佢要做乜嘅，你嚟看一下。係。係，快些。當然，那個朋友的講法。OK， 他是秘魯的一個台史，台史位置。對，是感到多了，我這些嘛慌。你攞去當監車吼，按摩下啲時間請佢過來，睇下人講法。睇到就其實呢度係樣嘅地方，嗱，呢國家有乜嘅合作嘅地方。Sí, con gusto. La cooperación entre Perú, el comercio es importante. 秘魯跟台灣基本新中要做貿易。貿易上，因為同到台灣有進口同埋嘅台灣嘅原料，那個沒有出口。進出口方面的事情啊。How about his Latin song? How do you think? I like. Really? I like very much. Yeah, I've been here. You know, when he perform here and different places also. So. Yeah, I enjoy very much. He's a good singer. The number one in Taiwan? By far, I think by far. Oh. And the group, the Montunos, they're very nice. They play very nice. They play very nice. Yeah. 每年有彈過客家話冇？要啲客家㗎。Conoce la comunidad. He estado en el sur en una Pinto. 接觸到人嘅客家橋。可能啲度一下係西班牙話，一下係客家話，幫助我哋秘魯大使做溝通。我哋想，呢個西班牙同客家話調強下嚟做嘅歌嘅，唔係點樣嘅？應該會當好談上錯噶。看有幾飛冇？其實大家約強下來做歌嘅，唔係乜嘅難事，錄音室邊邊，人邊邊。問題係愛強下寫一條好聽嘅拉丁客家歌，唔啲會順利冇。假如加唱percussion的那些，那個卡槍，brass，薩克斯風的，那個剛才是薩克斯風。加一條歌呢，我是因為講從旋律好，從你這麼多事情會變得很複雜，那第二一切因為我是模擬嘅重音，好我創作嘅過程難行，辛苦。在人創作一條拉丁客家歌嘅一開始，先來了解一下音樂人嘅心情，還有一條朋友對呢度嘅看法。參加一位某人的比賽，有一擺就講天師講做一場全國性的比賽，音樂比賽，我就參加。佢第一擺參加是1984年，1984年的時候，嗰時候
比赛有一个条件讲，外国人做唔得参加。可是呢，等到我报名冲的时候呢，家长发现到问题出来了，就是讲好，我就是讲也摆出本地道冲以后啦，就拿出本个最佳人员奖。一摆比赛哦，拄到一只超级高手。哦。平常那个校园地北都啊，全部会从校园民歌或者是西洋歌嘛，哈，Vincent 啊嘛东西。属于他动从疆域很冷音对吗？头发盖80年代他卷卷的，戴墨镜。哦，戴墨镜。很瘦，唔讲不？全身黑西装。拿那个古典吉他唱。Fuscano, de la queda, dos le sacara, no de vingiala。哎，我唱的不标准啦，不过佢大白比赛全部从聊到过。哦，你还记得啦？我还记得个旋律洞喉糖。我佢比赛是一场啊，全场哗然。哦。就超级高手嘛，该场比赛，但是也很夸张，因为主办的吉他社长作弊，吉他社长提音喵，提音喵。你讲你讲你大学的比赛，得到第2名。哦。我该是用第3名。我比赛用19年唯一战败的一次，就是输给滴斗，可见滴斗从有几动强啊。嘿嘿嘿。我认识很用的，佢一时节吼，佢啲文化太好吼。我都美國幾年冇叫，我睇上洋唱片吼，佢做持走啦吼，也做伊嘅顧問啦。啊，一時都個台灣嘅唱片都個10幾年前吼，都個最興嘅時節吼，我就嗰度歌手咩，幾下萬人來吼。謝宇威也來，也多伊今日同學我睇本。應徵那個製作的，我嚟應徵歌手，哈，謝宇威邊啲度強下來。大家個評語如果啲度各有潛力啦，哈，各有安尼新氣象安尼哈，都6、7之後吼，真是有做呢，有歌的吼，有做編曲，全部錄好，規張唱片做好。結果因為雙陽唱片佢前一種出一種新的人啊，叫賣到動差，吼，所以呢說強到你冇，吼，強到了200萬都強到變成後來其實技下上吼，啲度一種啊睇地杯啦，煞唔敢出。如果電視機嗰好啊用嘅吼，一登落去都視機冇可能見好嘛，吼，都見差嘛，所以一次都冇發行。成個聽講團成立嘅時節哦，都用啲度入嚟向下衝，吼。咁呢時節因為發展係轉型啦，即係變成講同係天衝啦，吼。啊當然，我哋睇咁嘅地講，真是上音好多啲度，吼。啊入意啊要先幾條歌嘅，就講譬如講美濃跳啊條吼，幾適合表現嘅歌嘅吼，也衝吼。所以啲度嘅時節吼，也個當然佢注意啦，嚇。我也歌聲相當好。我認識的啲度係一隻，我買學廣播嘅人，比較沉默。不過你撈佢下數以後呢，他就其實是一個蠻風趣的人。佢台後時就戴個墨鏡，全身穿黑色的衣服。後來佢係因為吼，巴拉圭歌唱比賽那度全嘅聽音名，保送文化音樂系。後來可能推翻嚟嘅古典音樂教育，然後佢受不了，不適應了。佢後來就轉到那個輔大西班牙語系去咧。我知道佢客家人真好嘅一個模範，佢真大病，真大病嘅人，佢就意識條也做，安步條也做吼。實在講，佢無需要按辛苦嘅，佢顧一隻條路吼，就可以已經可以做到真好咧。可是佢人也講，意識條路佢當然無法度我不用睇，因為經營很多年了嘛吼。佢按步條唱歌，佢講佢無法度我不用睇。佢迄唔唱哦，佢心肝地部有隻嗓音會很低，係，容易唱歌。其實講起來，佢我有聽講，其實佢嘅太太，咩無想我本佢按忝吼，所以講時間上嘅分配啦，對家，係，佢無卡嘅時間都較少，但是佢就硬唔知佢千善忙誒，千善忙。也沒講誒當爸邊誒啊。
八边嘛个意思嘛。八边就当到空调嘛个就会。嘛个做边当无限。当无限嘛个司机就会做啦，嘿，做。你做得學啲都唱歌，學佢唱。我係啊。唱呢條啊，即係話佢，有呢個學校比賽嘅團啊，唱嘅還記得嗎？哦，要唱嗎？係啊。像地道真有意思，看条相片吼，作业拍个重复吼，就作业无会皮。俺来讲清楚白讲，用我爱用现啊。讲巴拉圭怎样做咧？唔免，结果佢无时间去老家皮还化妆。我讲用蛮讲，其实巴拉圭有白就爱用现，结果咧佢家用个漆笔，油漆把它的对，黑皮鞋漆成白的，这我爆料一下他的最好笑的事情对。基本上对客家吼，甲迄有相当的感情啦。基本你哋做讲华侨吼，移民出去啊吼，基本些时节，像因哋不卡，像28件，佢出去的时节，基本上不可能全部讲客话。所以伊颠倒吼，伊睇巴拉圭，迄个讲青年的样的吼。7岁出去都差不多7、8岁出去嘛，都19年了哈，真的都太好。所以佢按长的时间吼，唔像我哋一般睇台湾，冇听要讲呢，冇听讲个比较好呢。哦，讲客话吼。係啊，講客話冇。都講客話。唔像佢啊，差唔多30左右嘛，30左右客話講韓講按好嘅吼，已經唔係青島嘅嚟。佢又唔係帶狀校，又帶台北，吼。还有刘年谦我哋一隻表演都到啲度，嗰時可能佢我就講，你上岸好啊，因為客家人啊，用乜唔做到客家歌，佢講佢上做，不過佢可能講嘅唔係當好，我講冇要緊啊，你哋係感覺寫出好咧，所以講一隻上岸好啊，吼，從岸好堂嘅客家後生人哦，都希望佢做到咧寫到客家歌嚟唱出來。你對佢家嘅音樂方面嘅看法樣啊？有乜嘅？因為佢唔可以合作過嘅咩 ？Full of power, full of passion， 他就是這種人。然後我講韓國客家，家個親有力量，個力量哦，除非真的是挺強硬的哈，還有挺熱情，個力量挺大，所以我感覺。講來講去，我兩啥一聽哦，就客家嘅唱片，終於出一種哎呦迄個，他有一隻對音樂迄個那個願望，將會掩瞞啊，將會掩瞞，我遺憾哈。對。其實我最近我咪有很地道呢，講再來做客家嘅吼，佢經常去做創作啦，因為有一次睇諾貝吼唱彈人嘅歌嘛吼，一路一邊咧講嘅 pop 歌手嘛。每個創作歌手，我去年呢，我甚至我也有向我示範，我就講，我知道，我講我嚟作曲啦，嗬，我嚟嗰負責，事情我嚟負責，嗬，我講時間要發圖謀，嗬，要可能的發，我講，我成個睇樂團主唱都不能嚟做啦，嗬，都本唱，嗬，我講，一方面就講唔係個人才啦，嗬，而睇一個非客家強嘅嗬。已經試得佢嘛，吼，伊嘅能力啦，伊嘅能力啦，各方面都係啊，伊嘅能力已經本人肯定嘅嘛，吼。所以講唔也嚟唱客歌嘅，吼。我相信可以，從藝藝樂團嘅立場嚟講，一定要可以將成個睇個大個化啦，吼，一定可以嘛。但是後來因為知道以後，伊也真無限啦，一方面是講。
下边一度啊，一度到事情要做。哎呀，伊有在上班，又做生意，又上班，又有时要出国，又要创国的吼，哎，所以变成讲，其有是把力不从心。其实以行度的版很想会走了。是觉得说我们对音乐哈，全部很执着啦。做按当年的员工，无论用版型，不论唱爱结婚、庆生日的，做家庭主妇，爱咩无法多标，做其生意越做越太几咩无多标。所以你唱爱音乐的，但是你一直在唱哦，都是在唱别的文化的哈。像那个去家的 mother tongue， 没有唱，两个人会有一点遗憾。所以我们想要一起合作，当然阿姨那个天数哈。那有冇问题咯？按导演做见证哦，按导演做见证哦。我是适度按用当好啊，因为吼，你客家歌应该当多元化发展的，知道无？啊，快乐啊，冇专门做按用来好啊。谈到地道嘅好朋友。讲按到地道嘅故事老想法，我对啲只做巴拉圭转代嘅客家人，也有较深嘅认识。希望也做得对啲摆创作拉丁客家歌嘅有得嘅帮助。你啊，三个无同样嘅音乐人，创出同样嘅成果，唔管拉丁也好。客家也好，我想应该也做得互相包容的，无强样也轻强样。呢度之前对佢出家嘅反应就无信心，我想看到了的好朋友对佢嘅支持同鼓励之後呢，佢應該準備好來踏出佢嘅第一步，創作佢出家嘅客家音樂。这两片无多嘅录音键，地道嘅第一条拉丁客家歌继续创作中。声音有点不一样，好来先听一下。扣的这样，扣这有些。好。客家人总管到目前为止，舞台表现确实比起安尼非客家东西哦，搁差嘛。无训练诶，无训练啦吼，无训练啊又现在又唔咩安尼啦。唔像教讲音乐输人分样，故因为表演的时间，咩本人点歌搁沉重，因为歌词同音乐嘅关系嘛。啊，地道伊个现吼，本来当阳光啊，欢乐的啊，欢乐快乐的啊，吼。不是伊舞台吼，看到两三起上迄个时间，就闹嘢嚟啦。客家话到西班牙、拉丁的，甲乡下无乜问题的吼。可能因讲用办安排啦，安排顺时就顺，啊，知道无一听讲你啊，东西做唔得做几多东西，其实你在乐坛上面哈，世界也趋势也是这样。你唱古典的演奏的去唱流。错，那个巴巴罗啊，现在很多什么美声男高音啊，吼，因为那个当做以前啊，有那个唱流行的。其实这是最困难的，这是观念的问题。你做古典民乐的人啊，其实应该来讲，佢感觉佢係正統嘅。你也要做流行民樂嘅，唔係正統嘅，所以佢較驕傲，心裡面有一個優越感。佢做的吼，踏出這一步，我覺得那表示沒有任何一種音樂不可以結合的。我感覺其實客家語言哈，到西班牙到那個拉丁語系嘅發音，我感覺有一點點類似。
我觉得有一点类似的地方，一些发音的部分。其实我感覺呢度佢做得用啲到巴拉圭受嘅拉丁音樂影響嘅嘅部分，然後客家嘅音樂結合起來，會變一種新的東西。下傳統嘅歌曲可能下悲情下多，不過其實客家音沒有嘅熱情嘅部分不過大部分被壓抑了。內斂。內斂或壓抑了。我感覺其實客家音嘅熱情嘅部分做得被啟發嘅。從從唱船歌啊，唱船歌從個跳蛋歌，哒哒哩哒哒哒哒，其實勞動的部分雖然有苦的部分，但是其實你做啲躺到個地位度，還係有個生命力，有下熱情嘅個部分。我感覺特別到咧下現代我感覺該客家嘅個叫係熱情嘅活潑嘅部分可以被開發出來。主題在不停嘅發展之中。每暝，現將悄悄地尋到了條高位嘅方向老曲風，順便一記，有種鄉下創作嘅感覺，唐爽。他有個做一張 rap 出來，嘿，一詞章就冇按用緊，一下填掉又填掉，唔要填那張。好嘛，現在 melody 先睇入啊，就。你是都老弟都合作有幾時間？哦，很久了，也動久，我們在台北在玩團的時候，大概有1-2年都在外面跑。哦，這樣嘛嘅？對，就是在 pub 啊 ，pub 店。對。哦，也就專門唱拉丁的。全部拉丁，而且堅持拉丁。堅持拉丁。跟種有啊有興趣，我第一一定興趣都移民到巴拉圭移民咱上台灣來。你本身有為想去搞拉丁的音樂？因為 Dido 本身的個性就是他的第二個語言就是拉丁話，因為他小時候就在那邊長大，就他跟我講在巴拉圭，然後所以我們運用他的擅長，因為他的擅長就是拉丁嘛，所以他的裡面的寫意就是很有那種拉丁的熱情，所以我們就朝這個發展，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玩樂團還是要主要是靠主唱，我們要從主唱去定那個我們的樂團的風格。我其實常常跟他講，因為他的協議就是拉丁嘛，那客家音樂裡面還沒有拉丁的素材，那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發展的一個表演者，一個 performer。那拉丁的話，其實拉丁音樂跟台灣音樂有部分是很像，因為它的旋律聽起來在某部分很中國，但是節奏非常的熱情。對，那其實有點像國外就像客家的八音一樣，其實那種很熱鬧，對，非常熱鬧，對，所以我們可以朝有客家的節奏，但是是拉丁化，拉丁的 style， 對。羅德記嘅拉丁嘅西班牙文啦，嚇，西班牙同客話。反正大家都談唔成，基本上沒談唔成。為啥？這個也是一種反諷，知道嗎？反諷，對不對？因為西班牙有英文，然後有客話，然後有河洛話，全部羅鄉下變成一個特色。反正國外就國外嘛，國外就冇想到講到。拉丁歌王就係拉丁歌王。雖然歌詞還蠻按完整，睇到的聽聽，採場嘅大家完全感受到歌王嘅熱情，然後感動，希望這首歌嘅做得會完成。我是說到客家面，他一重要啦。不過呢，有時呢，以為我心想我學嘅像我教嘅吧，教音樂。也唔是講貼去要求是講叫你乜嘅要對嗰種咁啊照規矩嚟樣，唔是咪好嘛？訓詁考據唔是咪好嘛？就做音樂，就像藝術創作一樣嘅呀。持有嘛，其實藝術創作就是真實到持有嘛。我哋唔係做嘅傳統嘅客家嘅保存者，其實好高
诚实做做对。你做的包容诶，所以传统来说假到现代。可以做热情的嘛，都不一定都快乐一点，对，不一定都对，不一定每个作品都比较要朝向就是要思乡啊，或者说以前的事情，对，其实可以做热情的，对，现在的、未来的，对，因为我觉得在这方面客家的音乐比较少，对。这首拉丁客家歌，发明在大家嘅上榜之后完成。虽然还无千完整，也唔知好也唔好，但是也对地道来讲，係一個挺好嘅開始。¿Tú cómo estás? Te extraño hoy. Imagino que hoy como una noche sonará bien, sonará bien, Nagashima María. ¿Y tú cómo estás? Te extraño hoy. 記錄了些拉丁歌王地道之後，我哋其實客家音樂一條路還有當長嘅路要行。雖然離開故鄉幾十年嘅他鄉生活，佢並無唔記得講客家話，無唔記得佢係客家人。真希望短期之內做得通到這個拉丁客家專輯，讓人嘅客家歌行出那個一條新嘅路。地道，加油！¿Cómo estás? Te extraño hoy.